讀書嗰陣唔使特登，就會自然同身邊嘅人做到朋友，甚至會遇到自己鍾意嘅人。細個最 friend 最熟嘅人，你當初都唔係特登話要識佢嘅，但係因為你哋每日都喺學校，自然會見面，唔使揾理由約，就會有一齊相處嘅時間，慢慢認識了解，好多嘢慢慢一齊經歷。出嚟做咗嘢之後，舊嘅朋友其實已經冇咗呢啲自然相處嘅時間，新識嘅人見面係要揾理由約嘅，唔特登再約就唔知下次幾時再見，往往熟唔切就已經唔再來往。成日都話相識係緣分，但係成年人嘅緣分已經唔係識唔識到。喺呢個年代，at 個 IG 或者喺 dating app match 到個人都係好容易嘅事，而係識到之後可以一齊有相處嘅時間，有俾感情自然生長嘅土壤，有呢個時間同埋土壤先係真正嘅緣分。所以大家以後同任何人相處，嘗試俾多啲時間自己，亦都俾多啲時間對方。有啲嘢真係要時間熬出嚟，先至可以入到個心。